2011年，台南启聪学校是哪像是发生164件性侵、性骚扰案件，伤害到92个学生。这阵监察院是搁再发布后续的调查报告，发现这间学校性平案件比例犹原是比其他学校较严重，所以是要甲纠正。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，2011年9月底发生电惊全国，敢若是性侵害加性骚扰的事件有164件。差不多90位被害人，年纪上细汉只敢若小学2年。无想到讲14年过去啊，监察院针对这件案件后续的追踪调查发现，南昌对学生军事化管理，发生性平案件、性别事件，远远比其他学校较多。宿舍几乎没有什么隐私，像监狱一样。校车上面求助铃是用铃声的方式，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以听障学生为主的学校。监视器照不到的死角。去年11月4号再次去南充看到了。还是一样，重启调查的时候，就还是发现跟其他的特殊学校也好，北充的比较也好，南充的性平事件是超过其他学校的，真正成案的数字也不少。但是监察委员正痛心的是，112年启动调查报告了，迄当阵涉及性平事件被逼出来，涉案的4位失职的教职员工，到此嘛还阁伫咧南充工作。和电影无写的原型女学生，伤心到无法度留伫咧台湾，表示到国外生活。这位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的学生，我想他的伤害是一辈子的。由监委电秋瑾hoàn成的调查下，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校园性别事件后续追踪案件，通过了调查报告，并且纠正教育部、国立台南大学甲附属的启聪学校。但是相关单位到中昼出稿进前是也无做回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